一名男子因喺橙縣將一隻受傷嘅貓扔進垃圾桶後開車離開，於星期一被控虐待動物。據悉 ，Joseph Harrison Parker 於本月早啲時候將受傷嘅貓裝進垃圾袋，然後扔進咗 Laguna Hills Cabot Road 25000號附近嘅一個購物中心嘅垃圾箱。動物服務局表示，呢隻貓喺清理垃圾前15小時被救出，之後接受咗治療，傷勢包括下骨骨折、眼睛內血管破裂同腦震盪。拋棄貓嘅視頻喺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，隨後Parker被確定為嫌疑人，並被橙縣警方逮捕。目前Parker被控一項虐待動物重罪同一項遺棄家犬或家貓罪。上星期五，佢喺法庭上對呢啲指控表示唔認罪。如果被定罪，佢將面臨最高3年監禁。官員表示，涉事貓已接受手術，並正喺度慢慢恢復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